喺香港刑事案裏邊有一樣嘢好多人都唔知，係叫做 unused materials。你可以理解為控方有喺手，但係冇用到嘅證供。曾經我處理過一單案件，呢個商場度有一個德高望重嘅高齡男教授，被指觸摸一個陌生女士嘅臀部，所以被告非禮。控方交咗一段 CCTV， 角度拍得好靚，呢度係真係有接觸喎。但喺刑事案裏邊最危險個位就係人通常都係相信佢自己睇到嘅第一眼。呢個時候我哋就同控方索取啲未被採納嘅證供，包括有好多其他角度嘅 CCTV。咁審查晒所有角度嘅 CCTV 之後，我哋發現事主同埋被告喺其他角度嘅顯示，佢哋由頭到尾都存在咗一段幾長嘅距離嘅。喺同一件事喺一個角度好似摸到，但喺另一個角度其實根本完全摸唔到。而刑事嘅標準係毫無合理疑點，如果有合理嘅疑點，當然唔應該定罪啦。所以 unused materials 係乜？佢係刑事程序裏邊嘅一個安全掣，防止你淨係睇到一個角度就誤判咗一個人嘅一生。所以我認為刑事案裏邊最貴嘅唔係律師費，而係你以為真相得一個角度嘅呢一種錯覺。